就多啲動漫嘅 feel 啦。ご愛看はミニピティグランド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屯門畫室。今日教嘅係4分鐘學水彩星空少女。我睇下用咩先？30 High Uni 嘅紅豆筆 2B， 美國 Beam Paper 水彩紙300 gram 一張，日本吳竹14色水彩盒，日本 Homan 嘅 Mini Resable 就1支6號、1支2號，一大一細。日本吳竹漫畫專用勾線筆。首先呢，我將水彩紙度呢，我起咗個草稿，加啲水，咁呢，就將個水呢，就畫落有頭髮嘅 area 嗰度，滲多水㗎嚇，注意。紫色加喺右面嗰度，藍色喺左邊嗰度，等佢自然化開。普魯士藍。頭髮偏左嘅位置，黑色最深嗰層啦，全部喺晒左邊。有啲覺得呢畫得唔靚仔嘅呢，就用支筆染少少藍色，咁樣就執翻開佢，推翻順啲顏色。用一啲深啲嘅顏色呢，黑色呢，我哋就去做多啲頭髮嘅質感啦，勾出嚟要見到線條。調啲白色，然後就彈落去，好似而家咁樣，用支筆彈落去。用鉛筆起翻深啲隻眼。用 2B 筆、鼻、嘴，跟住用呢支吳竹嘅漫畫勾線筆啦，眼睛、瞳孔同埋上邊啲頭髮，到左眼，基本上呢，就係強化翻頭先眼耳口鼻嘅形狀啦，同埋勾翻啲頭髮出嚟啊，咁啊清楚啲，就多啲動漫嘅 feel 啦。頭髮呢，就順住佢生長方向嚟畫，係記住要乾晒先好落下支筆，即係個水彩要乾晒。好簡單，人人都識。多謝收睇。今日到此為止，感謝大家收睇。中意條片嘅朋友呢，唔好幫我 like 佢、share 佢同埋 subscribe 我屯門畫室嘅 YouTube。我教嘅畫班資訊呢，就有 TwenMoonStudio.com。另外想購買美術用品嘅資訊呢，就係 MiniPT.com。所有嘅資訊嘅 link 呢，我擺咗下邊 description 噶啦，大家撳落去就望到噶啦。感激大家，下次見，拜拜。